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品言，欢迎收看南方特搜报。2020东京奥运拿下桌球混双铜牌的郑怡静，日前来到台南市议会参访，并受到议会同仁们英雄式的欢迎。议长郭信良也特别致赠纪念品，肯定怡静在奥运替台湾也替台南争取荣耀。在2020东京奥运拿下桌球混双铜牌的郑怡静，13日中午来到台南市议会拜访，受到议会上上下下英雄式的欢迎。议长郭信良特别致赠纪念品，肯定郑怡静在奥运努力替台湾、替台南争取光荣。我们这次奥运呢，能够有这么辉煌的成绩呢，纯属是个人的努力，所以称为我们台湾之光。这个是实至名归。那我们呢也期望台南的桌球运动的发展，也能够呼吁台南市政府一定要加以培训优良的传统、优良的选手，让这个呢发光发亮，在台南定下了这么优良的传统的项目呢，不要落入其他县市呢。比他们都还不如。那我们台南市议会绝对会全力支持各项运动的发展。郑怡静表示，她一路练习站上奥运舞台，这次拿到铜牌虽然高兴，不过她也希望未来能有更好的表现。拿下这面铜牌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那我也希望，就是这次我得到了很多关注，然后也希望我能够用我一点点就是小小的影响力来提升台南桌球运动的风气，然后能够继续努力，然后回馈台南乡亲。郑怡静讲起之前在外地训练，有很久没有回到台南，所以这次回来特别想念的就是台南的牛肉汤。台南是在我从小孕育我长大，然后栽培我到现在。其实我非常想念台南的牛肉汤，因为常常长期在中心集训，然后出国比赛，很少有机会可以回到台南，所以我在国外的时候都会特别的想念台南的牛肉汤。桌球国手郑怡静来到议会拜访，就连议长、议员都变成球迷，排好队伍等着郑怡静签名做纪念。而郑怡静也特别展示奥运铜牌，跟大家分享奥运得奖的喜悦，现场气氛相当热闹。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在高雄前镇有一间由2位年轻人共同创立的花店。除了装潢是欧式的风格，他们也从国外引进了各种不同的稀有花材，来为顾客量身打造充满特色的花束。这间伫立在城市里的美丽花店，也为港都增添了不一样的新风貌。走进充满欧式风格的建筑，映入眼帘的是各式各样的干燥花。在老板李傲璇还没30岁的时候，就创立了这间花店，从小小的工作室一路慢慢累积，才终于开设了这间花店，并且将空间打造成自己所喜欢的样子。当初创立其实是因为有一半是兴趣，毕竟是那时候还有另外一份工作这样子。那后来就决定好好的投入这份行业，这样，然后才从一间小工作室，然后慢慢变成到现在这间店面。我们希望这个是打造成一个有故事的花店，那类别可能就是会慢慢跨足到植栽，或者是跟室内设计师配合的一些店面的布置。在高雄，你看过这样的花店吗？从日本引进稀有的花材，听取顾客的需求，利用颜色的调配及美感，设计出独一无二的捧花，让人看了有满满的幸福感。花艺课程我们现在也是干燥花跟鲜花都有。那主要可能就是教你包装花束啊，或者是简单的盆花这样。你平常做完就可以带回去。
另外比较特殊的课程就是可能在节日的时候，例如母亲节就可以做一束花来送给妈妈，或者圣诞节的时候也可以来做一棵圣诞树带回家，这样小朋友会很开心。除了卖花之外，业者也开设了花艺课程。在焦躁烦闷的疫情期间，不妨是改变心情的一种方式。走进花店，闻着鲜花的香味，看着美丽的花束及摆饰，就能让人一扫阴霾，沉醉在花的世界里。记者张世明、林嘉义高雄报道。为了响应环保，台南市环保局特别在多处设置奉茶站。奉茶是传统为了让长途跋涉的过路人休息解渴而留下来的文化。目前台南的奉茶地图已经正式上线，并透过市长与贵宾共同进行启动仪式。为了响应环保，台南市奉茶站已经设立了1314个。奉茶在传统的时候是为了让长途跋涉的过路人休息解渴而流传至今的文化。16号上午，台南奉茶的地图正式上线，市长也莅临与贵宾们一起参与启动的仪式。不要看一个小小的 APP 哈，这个是奉茶 APP 已经做好了，但是我们是希望说这里头要去连接的就是说，我们一年用掉10亿个瓶装水，刚刚啉水10亿个。包括饮料的话，哈，总共25亿个，25亿多少？一年台湾就用到这么多，我们不要省太多。我是一个瓶装水，我只要省1%，1000万个瓶装的保特瓶，所以那个量已经多少？量可以省下来的减碳的量，可以是大安森林公园那么大的3.4倍，所以。这个很小的动作可以创造很大的价值，事实上是一个全世界一个不一样的价值。环保局为了鼓励市民朋友以及来到台南的旅客多加利用，为了让民众口渴的时候不一定要买瓶装水或者是手摇饮，特别在不同的场所都有设置奉茶站。16号开始，只要透过台南市环保局的网站来点选台南奉茶地图，就可以找到所在位置附近的茶站，实在非常方便。很多民众来服务的地方，来接洽公务的时候，我们都去奉个茶。但是有些地方是在外面，我们有个奉茶，在外面。台南市的幅员这么大，不是只有政府机关里面可以奉茶，在外头的时候，事实上民众有时候需要口渴的时候，那如果说刚好这个不厌其烦的，这个用个 app， 我们直接找一下。我们的奉茶地图都知道附近的地方哪里可以这个有茶水可以用，那这样子的话，对于民众来讲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对于这个奉茶的单位来讲也是做了一件好事。近年来，地球不断遭受迫害，所以大家应该要一起响应环保，透过增设奉茶站的方式，希望能够让垃圾减量，共同努力维护地球。记者刘品言，台南报道。绿园道完工之后，成为许多民众散步的好地方。而在三民区丰裕里的彩绘墙面插图更是里长自己设计，虽然非常的可爱，但在墙面前竟出现了停车格。对此，高雄市议员康玉纯担心，未来车格绘制会遮挡到美丽的墙面，因此希望能够涂销。七彩缤纷的墙面上有着许多可爱的小动物插画，这是让路过的民众忍不住大喊，实在太可爱。铁路绿园道路是完工之后，周边的房舍都开始彩绘大型壁画，增添城市的新风貌。翻转一个老旧社区啦，就刚好结合绿廊道的规划，然后这个工程，然后有这个荣幸，然后就是可以在丰裕里有2面那个木工厂或者是传统产业的工厂。他们的墙面愿意给里长这边做设计跟规划，他其实也是蛮开心的，让丰裕有2个区域会不一样。而丰裕里的插画家里长原先就有在做艺术创作、社区改造，而这次正好搭上了这班彩绘列车，虽然相当的兴奋，但在这彩绘墙前竟然出现了停车格。对此，高雄市议员康玉成就担心未来停车会遮挡到美丽的墙面，因此希望交通局能够尽快涂销。这是令人喜欢的地方，因为它真的非常的可爱，不但是赏心悦目，而且会想要停留在这里多拍几张照，而且每一个
每一个动物都是你想要拍照的地点。但是很可惜，这里竟然有6个停车格。将来如果车子停下来的话，我们那种照相的 feel 就完全没有了。所以我刚刚有去拜托市政府，这6格是不是可以来取消掉？应该没有差这6格，甚至我还建议这里应该经营成打卡的重要景点，那我觉得会很好。康玉成表示，他看到这面彩绘墙时也忍不住抢着拍照，因此建议市府单位将这少数的车格涂销，保留一些空间让民众驻足观赏。而相关单位也在第一时间来涂销了车格，希望未来透过彩绘串联，再创高雄打卡新热点，进而带动地方观光。记者李佳龙、潘文玉高雄报道。9月开学以后，许多的大学生交通跟学习的聚集，其实让各界充满担心。尤其目前大部分的学生都尚未施打疫苗，所以成大以智慧科技率先开发一套资讯公开完整的防疫 APP， 提供各界使用，希望能够帮助台湾防疫。9月开学，国内很多学生都还没打疫苗。为了维护大学的校园安全，成大打造了全台湾最完整的防疫 App， 也就是进入校园的健康通行证。校方表示，这套系统是结合大数据分析，可以登录足迹、个人体温状况、各种的检测跟防疫的行动智慧。校方强调，也可以将医院的 QR Code 检测通报、疫苗证明等纳入系统，可说是完整的健康照护。学校启用以来，学生配合度都很高。我们有将近1000人的宿舍里面，我们有90几%是800-900位同学共同投票同意，在他们新学期的宿舍的时候，他们愿意有一定的筛检程序，他们愿意被认证进入这个场所的身份资格。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共同公约的形成。在每一个公共场所跟公共场域都要有一个公约，可是在后面就要有无数的证据、无数的发挥、无数的沟通、无数的说明。成大表示，这套系统的研发设计就是要公开分享，提供外界来使用，也要在此证明台湾的防疫贡献。记者郭文吉、何乔邦台南报道。在高雄的一家独立书店，正在展出由当地艺术家创作的《海底世界》。与众不同的是，所有的作品都是透过纸张完成，各种海洋生物都做得栩栩如生，为民众带来不一样的纸上世界。走进书店里，马上就被各种海洋生物包围，水母、红鱼甚至美人鱼都做得惟妙惟肖。创作者杜清祥不只是美术老师，更是一位纸艺家，利用纸雕的方式，让作品更加立体，跃然纸上。因为这个展主要是配合暑假小朋友亲子活动，然后我们是以海洋系列为主啊。因为我曾经有设计过海洋的东西，所以说跟展场的那个策展的马老师协调，我们就是以海洋为这次的展览主题。其实感觉上就是说，大家对，因为好像平常现在的人比较少接触到纸，特别是我们生活周遭很多都电脑化之后，那接触到纸的机会好像变得比较少。然后经过这次展览，很多人都很惊讶的发现说，原来纸张还有这么多好玩的变化。为了能够让观赏者更贴近他的创作理念，除了适时运用数理美学说明，更将作品解构简化形态，让观赏者更理解它的灵感起源。它会类似像这样子的漩涡状的感觉，这弹开之后，它会弄出一个很美的漩涡状。作品中融入了数理、工业设计等元素。纸艺家杜清祥更表示，把那些视为瑕疵或是缺点的部分保留在作品中，也是自身创作的一大风格。像是有小朋友把纸雕贝壳弄坏，反而就成了独具美感的帽子。错误它可能就是另外一种创意的开始。大一点要变这样子，然后这样可以戴在头上。我们在创作过程里面，我们常常都会有一个规范。我如果没有按照这个规范做，就会产生错误。然后我永远就是在这规范里面，我常常会发生错误。但是我们因为有之前的一个艺术的背景，我知道说这个错误里面不是错误，它是一种美感。
但是这个美感一定要说服别人，才叫做美感。像我们这边也有提供一个体验区，就有很多人就是很愿意坐在这边，而且然后学习一个很简单的那个纸艺的作品，这样子大家都很满足，很开心。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办这个活动最大的收获了。纸上漫播打造了不同风格的海底世界，除了有许多活灵活现的海洋生物，展场内更设计了互动区，要邀请观赏者一同体会纸艺的奥妙。记者邱建勋高雄报道。本身从事成衣加工，担任过义消与宗教庙宇总干事的刘建良，5年前投入白沙屯妈祖进香，并且年年参加徒步进香，不曾中断。在进香过程中，因为看到不少宗教文创商品，并也自行投入，进而开发出许多实用的周边小物。马上跟着镜头一起来一探究竟。本身从事成衣加工，担任过义消与宗教庙宇总干事的刘建良，从5年前投入白沙屯妈的进香，每年参加徒步进香不曾中断。在进香过程，因为看到不少宗教文创商品，从过去的香火袋、神衣、香旗等，在徒步进香过程中也开发出不少的实用商品，有帽子、毛巾、袖套，甚至小孩的衣服、包屁衣都有。我已经参加5档，这段时间咱伫沿路，咱所收到、咱所看到，拢是一寡拢足侪人会做这个文创品出来，甲人结缘，互送你安尼。所以第2档开始，我个人嘛开始有做一寡文创品，要甲人结缘，就大概类似像这款的物件类似像，但是我发觉讲。咱的文创品这几人就发觉讲，文创品袂使讲干那是装饰用的，还是摆饰用的。因为迄个物件你摕去看坑的，就是放伫遐。加上去年开始，这个白沙屯供天宫有开始针对文创的部分会当授权，互咱去做。咱是咧正式来处理伊的授权了，我的想法就是，咱来甲伊的文创品咱甲文创品，这个庙宇的传统的庙宇文创品，咱甲生活化。改活化，会当继续利用做衫啦，做衫帽啊，咱毋是讲干那骗伫啊，咧摆饰咱来用加一个安全器材，毋是咧行路也较安全。碰时若是讲要运动衫，拢会当用融入庙宇文创的物件内，咱陆续甲这文创生活化，安尼较是较好利用啦。业者表示，要开发白沙屯拱天宫的文创商品，除了要取得庙方的授权。每一件设计图样与样品也要有授权的合约。业者在今年8月初送件，总算在9月之前取得授权。目前只有在脸书接受批发，有兴趣的民众可以搜寻脸书进香神器。记者林根台南报道。今年受到疫情所困，庇护商店的销售受到严重的冲击。有鉴于此，高雄警察局的保安大队在今年中秋节前夕认购喜憨儿月饼，响应爱心公益，让他们也能够感受到暖暖的佳节温情。一盒盒的月饼看似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这却是庇护商店的憨儿认真用心制作出来的。中秋佳节即将到来，保安警察大队为了慰劳第一线为治安打拼的同仁，特别力挺喜憨儿庇护商店的中秋礼盒，希望这份对同仁的用心也能够响应公益献爱心。我们希望借着这个中秋佳节的前夕除了一方面购买喜憨儿的产品来慰劳我们同仁以外二方面，我们希望借这个机会来鼓励喜憨儿能够自力更生。我们大概购买了大概数百份然后让我们每一个同仁都能够分享这个佳节的气氛。那因为他们自己的产品现在做得非常好，也非常漂亮精致。那所以我们只是借这个机会来做一个正面的行销。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庇护商店先前的销售都不尽理想。这次保安大队能够在佳节前夕订购礼盒，也让庇护商店的店长表示非常感谢这样的暖心义举。
疫情的关系，影响了很多的那个民生的经济，尤其是我们非盈利的单位哈，庇护工厂其实经济消费上其实真的营收上有大受影响。那因为刚好遇到中秋的佳节啊，然后我们刚好推出中秋礼盒，因为隔壁刚好就是保安大队，所以非常感谢保安大队知道我们喜憨儿一推出中秋礼盒，就赶紧来做预购，尤其大队长赶快鼓励同仁们一起来帮我们做这个中秋礼盒的预购，然后呢一起刺激大家的一个消费力这样子，然后也实际帮助了喜憨儿，所以非常的感谢这样子。中秋送礼已成了国人的节日习惯，庇护商店的店长也进一步表示，感谢大家的支持，希望借由这个机会来感谢警察同仁们维护治安的辛苦与付出。记者李佳龙、潘文玉高雄报道。为了在疫情之下持续照顾长辈，高雄市有民间团体发起号召，捐赠物资及医疗用品给长期服务长辈的弘道基金会。而高雄市议员黄文义也相当肯定给予支持，并希望未来透过大家的努力，让高雄成为友善银发城市。一箱箱的物资以及简单的医疗用品，这些都是透过民间团体所号召募集而来的，希望透过捐赠给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一同为照顾长辈出一份心力。是以全台湾来讲，都每个分会、每个地区都有非常多的活动来做。我们今年的非常单位真的是太多了，真的是很感谢这些单位一起来帮忙我们这个地方的社会，一起来为社会尽一份心力。部分现在其实有很多社福团体都会捐一些是吃的食物方面，可是我们比较特别是我们捐的是跟医疗有关，我们就利用我们有限的资源，然后我们捐的有血氧机，还有额温枪，还有就是我们的那个快筛剂，所以有针对这一些部分的需求，然后我们去做这一些的供应这样。疫情之下，各行各业都相当不容易，但他们认为在辛苦的时刻，有能力就要伸出援手，因此号召响应这场爱心捐赠，这也是让弘道基金会表示相当感谢。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也真的影响到了我们在地的一个服务的推动。那其实国庆青年商会他们发挥就是在地服务的一个精神，就是来跟我们接洽，就是我们需要什么，以及的一些防疫物资，以及民生的物资，以及呢他们也认领了在地的一些弱势长辈的代用的一个代用餐。对，其实对我们在此刻呢是很有帮忙的。有了这场捐赠，使社会多了一份温暖。高雄市议员黄文义对此也是相当的肯定，并且希望未来可以透过各界的力量，为长辈们带来更好的生活品质以及精彩的老后生活。那我相信整个社会不止政府在努力，民间也在努力，所以政府更应该更积极这个多元化的服务，让它更广泛。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面向。像这种因为现在毕竟这个社会比较慢慢步入这个长者长者很多，刚好有这个弘道来协助，真的很棒。爱心公益不间断，社区长辈长照的议题需要大家一同来关心，创造更友善银发族群的友爱城市。记者李佳龙、潘文玉高雄报道。艺术能够疗愈生活，接下来看到的这位书法家陈世宪，他以具创意巧思的意象书法带大家看见创新的风格。另外，陈世宪更以奥运男子双打林洋配的制胜球作为发想，用书法的方式写出台湾的奥运好手。透过镜头带您一起来看看。走进幽静的画廊当中，一幅幅作品挂在墙上，仔细一看，由书法家陈世宪创作的意象书法，与传统的书法作品相比，又多出了一份创意与巧思。因为我们都不满意于古代那一种一直临摹古帖的状态。就一直想要怎么样创新，甚至怎么跟世界的艺术的这个走向接轨。那个文字就是心内的思想，用你毛笔内底彩色的颜料下去，把它变成一个作品。虽然在疫情期间办展览不容易，但书法家陈世宪仍是希望能够透过作品为社会带来安定的疗愈心理。而近期他更以林洋配的金牌战制胜球来发想创作，将代表台湾的奥运英雄们以意象的巧思画进作品当中。到第一个 A 它是桌球拍，然后第二个 I 就是那个黄晓雯为了这个降级，然后减重，然后变得更瘦更高。上面那一点是那个木星裤这个打出去的手，然后那个 W 就是那个郭幸存举重的
双手双肩，然后呢第二个 A 王冠宏哦，他的那个游泳，然后那个 N 就是那个李志凯。好，前面的那一画就是他的手，然后中间比较粗是身体，然后那个汤马士回旋那个脚提很高，哎呀，然后这样子就可以为我们这一次大家有一个共感面对这个东京奥运，然后每个人内心的振奋。陈世宪也希望透过民众前来观展，能够疗愈舒缓疫情的紧张心情。另外，也透过奥运经典赛事的意象创作，与民众分享这份喜悦。记者邱建勋、潘文玉高雄报道。感谢您的收看，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我是刘品言，我们再会。